国土主权我们寸土不让，民主自由我们坚守不退。会进入国军的文宣之线。我想刚刚就特别提到这些照片啊，都是很忠实的来呈现国防施政的过程。我想总统从上任以来啊，非常关心国军官兵啊。那从107年的1月1号到目前将近快2年的时间。到部队已经试导了80多次，那么这些照片里面只有2张照片啊，各位7张照片里面有2张照片是跟到部队去这个探视我们的官兵，去关怀我们的官兵啊2张照片，那其他都是在它的重要的一些施政的内容，包含了国旗国照、国建国照，我想都是很忠实的来呈现。这个施政的一个过程，我想，这个照片呢，不能用它的多寡啊来计算，而是说它在这段时间它的重要的国防的施政是不是能够被忠实的呈现出来？我想各位在回去看了之后呢，就能够非常的清楚的了解，我们108张的照片里面啊，一共有7张。是跟总统的施导是有关的，还有包含了他的国防施政的内容。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国军坚守行政中立跟军队国家化啊，我们很多的事情呢，请不要用政治的眼光来去做解读。总统上任以来啊，就这两年啊，我们从107年的1月1号到现在，已经到部队去试导80几次了啊。那么这些照片呢，都很忠实的来呈现我们这个总统在国防施政上的建树。我想不要去用更多的一些政治来做眼光来做解读。我想希望大家能够支持。